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有变较温暖啊，不过后礼拜一开始，又搁东北季风要来到位，这方面落雨几率变悬，温度也会较热。昨美国四大指数拢收乌，台股今日大盘达无到27000点，最后收伫咧26434点，落991点。大片翠暖快台汽这昨全面实施，到今早起呢，全台湾掠到10件假毒赛车。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天气，讲到这冷空气变热啊，今透早温度平常较温暖寡，不过后礼拜一开始呢，又过东北季风要来，这方面落雨几率变悬，温度也会热。另外，伫南海有一个热带扰动能力发展，目前判断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24节气当中的小雪特别高落，20地玉山也观测到落雪状况。这两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西半部、北部和花莲等地区不止冷无到20度。气象署表示，对拜五开始，虽然东北季风减弱，不过上北基隆和宜兰雨水也是会较济。到礼拜的时，全台湾天气才有明显变小落的感觉。礼拜天到礼拜一，这是相对这个礼拜整个天气上面会稍微整个气温是回升，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东半部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另外东南部以及恒春还是会有长浪，各地的气温都是有明显的回升的。气象署提醒讲，到后礼拜一暗时，东北季风会阁变强，所以像讲北部、东半部都会阁开始落雨了，而且北部和东北部嘛会开始翻冷。也来其他地区早起和暗时也是较凉冷小可。温度上面来讲，北部区域的高温又开始下降下来，整个大概是在17到23度。那中南部整个降温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清晨的低温还是要注意，还是会有20度以下的低温。另外，气象署嘛指出，后礼拜是菲律宾东边海边的低压带，有可能会出现新的风台，但是目前看起来未来的路线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今透早7点外，基隆市政府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发生规模5.3的地震，深度是153公里。学者讲呢，这站地震是伫咧琉球海沟，对台湾无啥影响。另外一站是伫咧云林古坑4.3的地震，云林家己拢有感受到。监视器的画面翕到电火小可海来海去。透早3点43分，云林古坑发生做是规模4.3的地震，真侪人拢要咧困，常常感受到发生地震。有些人会有感觉，他半夜可能有摇了一下。无这大啦的呀，平安无代志，拢要咧做工课。地震测报中心指出，地震中心伫咧云林县政府东南边17公里的所在，深度仅5.4公里。地震原因是因为板块下陷。早起8点外，佫发生一件规模3.3的地震尾，深度佫较浅，仅5.2公里。研判是独立的事件，甲顶一日特别地震并无关联。是这个区域附近，其实我们搜寻一些历史地震，在这个附近。浅层的地震其实也不少，浅于10公里以上的地震来讲，这边是因为很多的一些逆断层在这边。那过去历史记录上来讲，比较大的灾害性地震都是在这个10公里以上的地震。地质专家分析，这个3点外古坑的地震虽然无算罕见，不过甲顶一日特别地震同款是发生伫咧玉断站顶悬，嘛拢伫咧西部鹿山带。因为地震中心无甲10公里深，所以对地面的影响相对较大，需要持续关注。基隆市政府东边300多公里的海峡，早起嘛发生规模5.3的地震。宜兰、花莲、南投甲台东拢有1级的震度，是属于区域较细的地震。专家指出，因为发生的所在伫咧琉球的海沟，离台湾嘛较远，深度嘛真深，所以并无啥物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的台股，昨美股4大指数拢收乌，台股今仔日也对咧落。大盘是落到无到27000点，或者投资客心情起起落落。台股最后呢是收伫咧26434点，落991点。台积电早盘呢是落60块，最后是落70，收伫咧1385块。若鸿海科技日今仔日开始起股啊，股票说是61块。若讲到这联发科是落40块。除了台股以外呢，这南韩、香港今仔日股市也拢表现到无介好。
今年一度的鸿海科技节外界聚焦是伫咧下界转型，也因为这鸿海宣布要和 OpenAI 合作，唔但要打造 AI 机器人工厂，也要发展 AI server， 甚至是伫咧美国来生产。创办人郭台铭已经是连续2年无出席鸿海的科技节啦，今年却是出现来收听。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our very, very special VIP, our founder, Terry. 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做伙上台，鸿海科技在1月2日举行，董事长刘永伟大先开场演讲，强调鸿海3大智慧平台结合 AI 技术应用，表现集团顶下整合实力。With NVIDIA and ABB Robotics,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physical AI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And you will be hearing about our work on the AI robotics platform with Alphabet's Intrinsic. First, smart manufacturing. This is a really exciting space, and 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combine our advanced AI and robotics platforms with Foxconn's deep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Together, we aim to build the factory of the future. Alphabet 产品用影片徛台，鸿海宣布甲 Alphabet 所属的软体公司 Intrinsic 成立合作企业，共同实现未来智慧工厂的愿景，计划打造通用机器人，实现工厂全面协调甲自动化。另外，现场关心的焦点嘛，有 AI is very hard, very, very hard. I have to tell you how many racks that we can do in a week. 1,000 racks that we can do in a week. And it's increasing. For next year, it will be more. 在 AI 伺服器领域，刘永伟嘛讲，为源头、画图处理器模组甲基板，到尾站的液冷散热系统等，鸿海集团提供机柜内差不多40%至50%的关键零配件。同时，鸿海集团也在2日宣布要甲 OpenAI 展开合作，专门做后一个世代 AI 基础设施硬体的设计工作，也甲美国制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县政府传出偷窃的事件，昨下晡呢，一个人一个员工，查某员工伫咧便所时阵，发现讲隔壁间有人摕手机甲偷窃，当场敲电话报警察。警方调监视器抓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是一般的民众，遂甲伊移送法办。被害人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发现好像有亮光，底下有亮光，他就很紧急的。底下吗？因为那间是蹲式。便所时感觉隔间有光咧时，才发现有人摕手机仔咧偷窃。屏东县政府北平栋的大楼1楼甲2楼半楼的便所，20下晡4点外传出偷窃的事件。一名管府的女员工伫便所看到隔间下骹的旁出现一支白色的手机仔，予伊是惊到赶紧报警处理。蹲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有光线，然后他就大叫一声，他说你在干嘛？那我们陪同他看完了以后，我就去警卫室跟警察报备。那他就马上是通报出去。经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男子于15时进入县府四处徘徊，趁被害人如厕时偷拍后徒步离开。讯后依妨碍性隐私及不当性影像相关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28岁姓李的查甫人，是一般民众。伊表示身体无爽快，想要便所，煞偷走去查某便所，掠手机仔，甲人偷翕。虽然这名女员工反应紧，随敲电话报警，不过警方看监视器画面发现，这名嫌犯偷先搁秘伫便所，等卡无人才离开。大约暗时8点外掠到人，带回屏东分局侦办。后续交由司法严查严办。那针对后续的部分，县府也会再强化巡逻以及相关监视器角度的确认，那绝对会在预防这样的行为发生。因为县政府算是公共场所，一般民众拢会当出入。事发了后，警方针对县政府南北屏栋58大的便所检查，敢有互人偷装镜头。县府表示会检查监视器的运作，派人加强巡逻，避免搁发生这种状况。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毒品喙烂快台试剂检测昨全面实行，高雄凤山随查到一个徛乌岛的民众，发现讲伊的手骨头呢有注毒品的分裂，警方要求快台所检出海洛因阳性，将做新法实行了后，头一层阳性毒驾案件，一直到今早起10点之前呢，全台湾喙烂快台已经掠到10件咯。
考验查甫人互警方查来，关键发现伊手骨好亲像有制毒品的痕迹，要求对方进行毒品喙内快胎试剂验测。那伫喙内练几年了后，对因检验，这样发现查甫人出现海洛因毒品阳性反应。发现该名骑士手部疑似有注射毒品痕迹，警方对该名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如果呈阳性的话，除以《道交条例》第35条那罚以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外，同时是移置保管车辆，还有吊扣驾照。军医全台有2169架食毒赛车，今1到9月已经超过5000架。过去检验爱抽血验尿时间较慢，中华18都发生世代查甫人，好亲像是食毒赛车弄死训练人逃走。警方计讲查到时阵，车顶超出海洛因、送死烟弹、大麻、K 他命、甲安非他命等毒品。不过迄时阵无法度确认伊是毋是食毒赛车，检无喙内快胎或者认为有一定效果。加强警方去判断说，在路边去观察驾驶人的行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有合理的怀疑说他可能有疑似毒驾。那毒驾我们必须要尽快让他能够禁止再驾驶。警政署统计，到1日早起10点为止，全台喙内快胎检测有10例阳性。学者认为快胎这个方式会减低检验时间，对公共安全有帮助。认同安尼检测，也建议警方加强使用喙内快胎时机的教育训练，让快胎发挥上大功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和日本的外交风波也未收煞，美国国务院20就主动发声来挺日本，强调美日同盟的承诺未改变，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咱的总统赖清德呢，昨夜伫咧社群媒体顶头打出着假属实相片，连外国媒体也报道。自日本东京新宿的大楼顶到秋叶原上宽，拢有台湾人翕到电子看板顶头，正伫咧放咱总统赖清德假属实挺日本的新闻。有网友讲，伫电车顶夜头就看到，讲是台日友好的上好宣传。伫中日外交风波几落天了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皮戈特伫网络平台讲，美国对美日同盟抑个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变，反对武力协议改变现况。The problem that we're facing with the punishment of Japan by China for statements by the Prime Minister is concern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stand with Japan because if we don't, no other country will stand with Taiwan. 前北京国安会官员杜如松伫咧国会听证会，希望川普政府应该予日本国家队支持。伫中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时阵，无应该撤走部署伫日本的美国地方中程飞弹系统。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建议应该扩大美国在台协会边际加设施，关键任命 AIT 主席推上美台防务合作。There's simply not enough space to put people that need to be on the island to help execute current U.S. policy objectives in the security and other domains. Giving the Six Assurances legal force could help to stabilize U.S.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对跨党派参议员提法案，要甲美国对台6项保证立法。长期研究台湾的美国学者葛莱仪表示赞成，伊讲会当帮助深化台美关系。另外，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媒体报道，有1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本来这礼拜要访问台湾，因过互中国大使做了，无法度来。巴拿马外交部甲美国驻巴大使拢谴责。对于中国政府一再以蛮横无理的举措，试图影响他国内政，并阻止其他主权国家与我国正常交流互动，表达强烈谴责。虽然巴拿马伫咧2017年甲咱断交、甲中国建交，不过咱外交部强调，咱一直拢是用开放友好的立场，甲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也欢迎联动台湾的世界各国朋友来台湾访问。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呢通过行政院版本的在违法修法，院长杜英泰今日呼吁这条野立委赶紧排审行政院版本的，才会当避免违法继续打叉。不过，民众党团就质疑讲，这行政院版本甲地方补助款提掉，一定会退回。那国民党团是讲要等到顶礼拜通过南北版本在违法稳定施行了后，才要来讨论行政院版本。我是拜托立法院将这部有共识的电版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尽快的排审，而且要迅速的处理，才能阻止一切不法的行为会继续的扩大发生。20届百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行政院版本在违法修正草案交换意见。杜英泰2月伫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搁再希望调野立委赶紧排审。
但是民众党团批评行政院版本讲要帮助地方经费1.2兆创新权，严格说违法偷污地方的补助款。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很清楚，行政院院版送来立法院的时候，我们会退回。我们的要求是行政院依法编列预算。你要来去践踏立法院新版财划法，那行政院版本我们就先等新版财划法的法律安定之后，我们再来思考，再来讨论。在总金额增加的情况之下，各22个地方政府应该得到的都会比新版的更多，不只是让6都可以保持，也让其他的非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挹注。行政院版本虽然强调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土地分配税款、一般性补助、计划型补助3项加起来，未当比114年较少。也毋过无公布各县市完整的计算资料，或者我哪样执政的县市质疑。呼吁财政部的庄部长，其实可以倾听他们的意见，那怎么样修，让大家大概在不满意之下，还是可以接受。那被党团2月伫立法议会也要并通过在违法第16条之的修正案，修正原本公社内面分母错误的部分，保障离岛县市财政自主性，也个缩小甲本岛各县市的财务差距。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含这宜兰县政府拢有针对这届宜兰水灾提供补助，不过针对这合适主体的公用设施含店面呢，拢无相关的补助。县政府表示，讲目前水灾补助的对象，拢爱有实际住伫遐，敢会来绑定标准呢，会向中央反映。早餐店的壁顶也个人看到饮水时阵的水痕，业者讲因3台冰箱拢坏去。这拢袂使用啊！袂使用，家拢无去啊。轻度店内面的茶拢饮水，业者损失真惨重。不过，即款伫咧宜兰111水灾受损的业者，照怎么的补助方案，拢领袂到灾损的补助。另外，罗东东山甲五结市区，将在结合式主体饮水时阵，地下室电梯公共设施歹去，也无法度申请补助。临时施工中证明有淹水的地方有补助，我们这个商家怎么没有补助这样？我们是觉得说应该像车辆的部分的毁损，因为水灾也是应该有一些补偿。会使申请补助的受灾户，有人伫饮水时阵人无伫咧厝内未呼的救，这边就损失3台车，讲怎么补助金无够，希望会让争取更较多。因若带烟波饭店车河水因未带客，也拍算伫今仔日出面积极饭店水闸门即款防灾设备，一个应变的能力，像蹲沙包的方式，拢有重大缺失。我们适当的时候会跟中央反映。那如果中央木修好以后，当然我们地方一定会配合。针对结合式主体甲业者无法度领补助金的部分，官府讲会甲中央反映，看是毋是当修法来解决。因若烟波饭店水闸门的防灾设施，经过调查并无违法。饭店讲，照法规，逐个月拢有做消防加防灾演练，设备要定期做检查，正重视防台警报加所有的防灾应变。做大水时阵，水闸门也正常无故障。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有一名有中国背景的查某人郭华平，假作是菲律宾的公民，而且伊个选调因的市长，却因为牵涉到国际人口买卖经营电信诈骗园区，互当地法院判无期徒刑。检调指出讲，这园区内面的受害者超过700人，其中也包含台湾人。菲律宾法院23判华裔女性郭华平要假冒菲国公民身份，伊2012年当选北部办市长，因为牵涉一个由中国团队经营的大型诈骗园区，互法院判无期徒刑。Convicted po si Alice and yung pong other 7 accused. Life sentence po and forfeited po ang entire Baofu compound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 法院同时裁定，郭华平甲7个共犯被告全部判无期徒刑，园区资产也全部没收。这保护园区自2014年遭到搜查，现场发现为菲律宾、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印尼、卢安达等地超过700个外籍受害者，真侪人被逼做诈骗，那不将甚至被判拘禁。Not just a victory for the government, but a victory for the victims, for the community. And pati na rin sa ibang bansa, makikita natin kasi ibang biktima ay may mga foreigners.
菲律宾反跨国犯罪委员会表示，这案件受害者为真济国家来向定菲国政府第摆对跨境诈骗链打击成功。郭华平被指控是诈骗横区幕后负责人之一，各用假身份参选摕到公职。伊被抓进前都去1年，去年9月阿該登去菲律賓。Kino-confirm ko po ang lahat po na sinabi po ni Secretary na meron po akong death threats po at humingi po ako ng tulong po sa kanila at masaya din po ako na nakita ko po sila。郭華平去年真濟擺佇國會聽證時，一直講家己是菲律賓本地農民，好像甲中國犯罪組織有關係。啊，不過調查發現，伊實際身份是中國籍，牽涉真濟件洗錢、貪腐甲跨國境後犯案案件，因為嚴重導致第404年後監察專員免職。聯合國報告指出，自2013年全球受詐騙損失超過1.1兆台票。當然已經將做跨國詐騙活動嘅重災區。郭華平案件將做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案例，也可顯示各國在防堵跨境人口犯案加詐騙方面嘅結構性嘅漏洞。外界認為這案件後續可能牽動非中關係甲東南亞反詐布局。公視新聞鄭慧珍報道。目前，當咧巴西舉行的 COP30氣候峰會將率來導火燒，現場趕緊甲民眾疏開。這也致使到真濟當咧協商討論期第8度繼續落去，時間有去延長。因那這火勢已經控制掉啊，加在是無人着傷。現場的火勢正大，頂頭一個小破一空，煙一直衝出來。Was probably electricity thing that happens, and it started the fire. In one, I think it was in the Italian part. Everybody was saying fire, and I couldn't see any exits. We worked so hard for this to happen. 公安講火發生在有上萬人參觀的南區入口附近一個國家典館，是一個大布棚。火已經控制掉，無人受傷，人也疏散，現場在咧落火。Due to the fire, I think the process will now stop for a while. We have to be on the schedule because most of the delegates will be leaving the Belém in the next days or 2 days. 到火起當陣，各國部長正在咧談判，想要解決伫化石燃料、氣候融資加保育措施，大家無同的看法。這屆2禮拜會議剩無到48點鐘就要結束。How to close the ambition gap between what countries have pledged in their national plans and the 1.5-degree goal? What can they say about raising that collective effort? Can they put forward roadmaps on deforestation and on fossil fuel transitioning away? 氣候資金也是這邊主要的問題。討論世界各國代表團是不是當為上善者的國家做上適當的調配？本來這話攏按算佇19進前要有共識，不過這麼看起來袂赴啊。不因為這場大火，會場風險一直到暗時8點。主辦國家巴西強調，大家也是要努力找共識，這對加速全球氣候行動正重要。世界各國也具體執行這款承諾。公視新聞吳偉玲報道。敢是科技造成咱人性的失控呢？英國開大錢投資校園 IT 設備的單位，正是為着要維護教學品質、教室內面秩序，也要兼顧學生健康的社交生活。對於明年8月開始呢，因就決定講要禁止學生囡仔袂當揸手機啊，這類的行動設備去到學校。在首都哥本哈根北方12公里遠，孔恩斯呂維奇的這間中學，2年前就佇個家長甲教職員共同的提議，無允准學生囡仔佇個校內使用手機啊。有39年教學經驗的資深教師霍夫爾森伊講，禁令也未實施前，校園手機啊真濟，上課定定中斷，學生囡仔親像強師共款，一直看手機的螢幕，失去注意力。下課的時間，學生囡仔中間嘛無正常交流。And we saw a drop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y kind of school was not really important. Their phones were all important. The other thing we saw was socially they stopped playing. They stopped doing sport. They actually stopped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during breaks. And that was a really sad moment for us as teachers. 即擺學生囡仔若到學校，愛甲手機啊、平板、智慧手錶啊，這行動裝置放入個人安全櫃鎖好，放學才會當摕倒轉去。若是某一寡因為健康的原因愛行動設備，像講糖尿病應用停息，也是讀寫障礙學生囡仔，學校會看情況，互因豁免。相關的規定明年8月份新學年開始。
丹麦所有公立中小学也是实行。We know that there'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disability to concentrate and focus and smartphones in classroom. So we wanted basically to take that off the shoulders of children and get the school back to a non-commercial also space an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teacher to do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do, to teach, and also give children the freedom to connect offline and to play and talk to each other and look up at each other and up in the world. We talk a lot in recess now. We used to maybe just like play some games on our phones or scroll or something, but now we talk and sometimes also play board games and stuff. So. 那是丹麦，随着明年嘛计划伫校园实施同款的手机禁令。挪威国会早伫2024年2月就提出限制学生囡仔使用手机的建议。境内96%的小学、64%的中学拢有制定使用规范。芬兰国会今年4月嘛有通过限制中小学生使用行动装置的法案，为8月份开始实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为了要促进这国际学生来台湾留学，毕业了后会当留伫台湾来食头路。教育部和国发会对113学年开始呢，推动国际产业人才教育专班。不过114年度的这个秋季班录取人数，敢若是这招生名额的2成尔。今仔日私立大学的这校长会期，就真侪校长表示讲，因会继续提出申请。首连国际性招生辅导甲管理，30已经私立大学院校的校长甲主管，伫私大校长会议交流。世新大学校长陈清豪8月带国际出动人拜访捷克、波兰甲匈牙利姊妹学校，搁伫瑞士甲瑞士教育集团的4间大学签订学术交流备忘录。他们的意愿很高很高。而且他们来了以后，当然也会有一点点奖学金、奖助学金之类的，这个没问题。世新要将校校国际化范围入去欧洲，直属罗马教廷教育部的附近大学，要用欧洲天主教的网络去拓展。针对教育部甲国发会113年开始推出国际新型专班，规划提出申请。东海大学嘛要延续113学年2个新型专班，还是要蛮努力的，因为。这个境外专班，毕竟来讲的话，它的要求的话，有一些语言的一个需求啦。虽然人数不多，但学生在过往这段时间第1年的学习，其实学生的反馈都非常好，那企业的反馈也非常好。教育部处长朱俊江指出，国际新型专班第1年校校正拍拼，有招到至少1500学生，不过录取人数敢若占招生名额2成，还佫有调整甲努力的空间。那为什么到我们这边企业只愿意出300个奖学金？那问题在哪边？好，第二个，那这300位1万学生到哪里去了？好，我们学校有办法说，如果没有拿到企业的赞助，我们有什么机制可以把这样的学生留下来？朱俊江表示，私立大学希望招收国际生的政策佫放量，不过若是做袂到，互国际生听捌，佫无真好的辅导措施，安尼就袂放量招生也甲名额，安尼无放量就有无好的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县消防局有做统计，讲今年1月到10月卡来电话有25%以上拢是内乱的，影响到救援的效率。好民众把这119专线留予有需要的人，而且乱卡电话、乱通报，相当会当罚到5万块。喂，9你好。喂。119执勤中心人员接电话，所无任何声音回应，也有一卡电话报案，所问者监视诊所。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受理63000多通报案电话，无效报案的电话都16000多通，占2成5。报案电话中大概有1/4以上是属于无效通话。那这些无效通话中大概高达7成以上是恶意骚扰，或者是无故拨打的。云林县消防局表示，虽然云林县目前无因为乱报案被罚的案例，不过消防局强调，滥用报案电话唔能浪费资源，也可能占线危害别人生命行为。照消防法规定，若报告卡报案专线，或者是黑白报在前，应罚1班到5班。我感觉做一个代志，就是你自细汉教育就爱做好啊。你进老师都拢无尊严去啊，是变啊教囡仔。郑重呼吁请民众不要无故拨打119，因为
他已经违反到消防法，那可以处罚新台币1万至5万元。消防局也讲，为提悬效率嘅民众，先向市内电话报案，应自动显示地址，加速救援派遣。用手机报案，才能显示其地来信号。因下载医救报案 App， 应精准传送位置资讯，提悬救援效率甲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代理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记工程公司，去互当地民众也个环保团体指控，讲对2022年开始连续车3年超过法定许可标准，也就是300天的操作日，今年搁再违规啊！这撤回排放第二新也超过标准，批评市政府固在因安尼伫遐乱收。那环保局讲是有介罚60多万，年底呢，这个许可证也到期啊，会严格来审查。汉其违法超商，因勒令立即停工。这10个民众甲团伫台中市府头前举标语抗议。伫台中代理经营20多年，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基工程公司，从2022年至2024年，连续3年拢违规超销。今年11月14，已经达到每一年300日许可的操作日，不过也是继续咧营业。批评台中市环保局记载代志发生，应该需要求停工停业。这是我们的代价，那你们的公权力呢？他今天现在这个时刻还在烧，我们的气密窗没有用，因为它是从任何缝隙都会进来的。每一年都超烧1个月，那这3年超烧的情况累积下来，环保局仅仅开罚了16万，也就是说，他每年超烧的成本只有5万元，难怪他现在还敢这样，就是肆无忌惮的去超烧。暗内这个烟筒讲，白色的烟也是一直闻出来。款团协调今年11月18开始连续4天，汉基公司伫咧超过许可的操作日了后，也是继续咧营业排放气体的画面。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今年7月到9月去汉基公司稽查2届，发现第二新排放超标，而且调出操作的记录，发现这3年操作的工数拢超过许可。嘛以空污法分别裁罚48万甲16万，不过目前若照法规，无法度要求业者停业。操作天数的一个超标，但是对于它的一个操作量的部分，还在我们空污的一个合可范围内，所以并没有超标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会要求同仁这边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做严格的一个稽查。目前业者并无对外回应。台中市府强调讲，这个业者是立管的对象，过去3年拢总稽查87届，发现违反空污法甲废弃物清理法拢总10届，计共裁罚321万1000块。不过嘛讲，苏当时并无稽查许可操作日这个项目，因为业者假期废弃物处理许可证，2025年年底会到期，所来一定会严格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树这九曲洞的菜市啊呢，今年6月开始改建到大，那这时间拖刷做到一半个落跑，就议员认为讲包商安尼生做一寡店头拢无法度做生意啊，租金却是爱照常来纳，实在是无合理。那市政府表示讲，已经找到新的包商，会来重新施工。这到底是谁挂的白布条？我也不知道哈。议员讲的白布条是厂商刊的，申报高雄大树九曲洞菜市啊改造工程的厂商，工程做一半就放工歪插，咱实际来到市场看，规个土骹乌甲空空刻，一条长长的沟仔就坏伫个店面头前，有10外台摊商受影响。摊商讲，工程自6月开始做，较到半年也未好，伊个店面拄状况好，就长着时间，即阵敢若会当伫平久的大头价卖。卖到半年啊，嘛拢无任何的补助啥啊。租金也是照收，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你安行李差偌济啊？应该差8成有吧。我们是卖便当、卖吃的，对，然后所以就根本没办法营业，所以他施工到现在，我们一天都没办法做。摊商讲，因为会营业便当店已经半年无做，不过租金也是照纳。议员23嘛，伫议会质询，市府规定已经找到新包商，最近就会重新施工，后续工期大约100天完成。议员强调，已经做半年啊，即阵搁要拖到过年了，对咧要求缩短工期，嘛要对摊商的损失做补偿。伫阮的市场影响较济，大家生意歹做，为大家拢个关开，那你们这一些。租金是有减免，这个租金啊，这港区啊不得利的，好。那另外在救济补偿的这个部分，我会请经发局来研议，
在这段期间受影响的生意到底范围有多大？那政府我们应该要做的，要补偿，这个我们会来做。市场大型会补偿摊商的损失。球曲洞菜市自民国59年启用，到达确实有真侪设施需要改造。针对机关讲的通风散热的设施，市场也大型会纳入工程做改造。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永昌报道。根据着立法院法制局的报告，即讲这 TikTok 抖音是4岁到18岁上接使用 App。每39秒就会推荐一届影响身心健康的影片。教育部的处长刘国伟也讲 ，TikTok 含这小红书拢无法度禁，会继续来推动防护也个素养教育。快速杯荧幕有兴趣的手会到看抖音国际版 TikTok 15秒至60秒影音已经是部分台湾儿少日常。中研院台湾团部调查资料库2023年第3届第2期的调查，台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使用 TikTok 抖音的比例，国小43.61%，高中57.87%，高中50.73%。开始接触的时间点是小学5年到6年，接触的原因是社交。像现在很流行，就是用 AI 来配音，它就会去制造一些名人没有说过的话，又或者是说呢，像现在的孩子看多了，因此他开始喜欢用支那语、用支语。民进党立委吴丽华指出 ，TikTok 有袂少资讯是错误的，有的还佫有软性政治宣传，慢慢洗脑的真侪。根据立法院法制局的研究，引用英国非营利组织反数位收份中心报告指出，2022年台湾儿少平均每天使用107分的 TikTok， 比 YT 的67分较悬。毋过2.6分钟内就有自杀内容，8分钟内会推杀饮食失调，每人39秒会杀一个负面身心健康的影片。目前伫校园虽然学术网络封锁 TikTok 甲小红书，毋过学生囡仔用家己手机甲网络也是看得到。你进得了吗？第一个进不了，但是我们会透过我们就素养教育。教育部的立场目前只是告诉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宣导，但是你也进不了。是的，你目前就是进不了，也不打算全面进。这个进不进的不是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处长刘国伟坦白讲，无法度禁，会持续推销防护甲素养教育。教育部甲数位部这部会也会释出免费的数位工具包，协助家长设定囡仔使用网络的时间，过滤不同内容，降低接触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鼓励少年人加生囝，这南投玻璃顶公所提悬补助特体奖励金，对1万增加到2万，而且对明年开始呢，这1岁到5岁囡仔生日也会当领到2万块的红包。幼稚园的囡仔骑脚踏车、高水架，但是即马少年人生囝意愿无悬，南投县玻璃人口数也直直减少，所以变3418万的预算，规划明年开始，1岁到5岁囡仔拢会当申请生日红包2万块。有这2万块是不无小补，但是有关提高生育率的话，因为生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审慎考虑。小孩后续的教育才是更花钱的。那如果能够延续到国小毕业，他们这样子可能大家生小孩意愿可能会更好啊。这几年玻璃顶公所唔拿加这部行了，还有中钱。玻璃顶公所去年加生育奖励金，对媒体1万增加到2万。今年新增加顶面送总慰问金5000块，明年开始阁要增加幼稚生日礼金2万，中央敬老金嘛对2000提悬到3000。生育补助一体2万，了后第7岁到5岁的生日生日过3个月来申请咱的这个生日的这个礼金嘛是2万块啦玻璃顶公所表示，玻璃顶幼稚生日礼金2万块，幼稚和父母的其中一人，爱伫幼稚满1岁到5岁生日进前，连续设户口的玻璃满1年，期间拢唔捌迁出去才会当申请。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随着气候变迁影响，这一年是比一年搁较热。虽然政府投入几落100亿起特色公园，不过一寡公园内面的人工草坡却是烧烫烫，囡仔根本就无法度伫咧顶头耍。就环保团体含这儿少代表去到环境部交定证书，希望政府就要重视。我希望政府要重视儿少表意权，让小孩在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有发声的机会。
因为气候变迁的后果是我们这一代要承受的。国校6年的离校代表囡仔徛出来，甲丁真书交互环境部，伊讲气温愈来愈悬，囡仔人的生活已经受到影响，希望政府会当针对离校的热伤害问题，提出应变的措施，而且爱互囡仔参加相关的会议，表达诉求。儿少高温要防护，经费编列要够付。拜五有离校代表、环保团体学者伫咧环境部头前开记者会，发表一份调查，发现政府虽然有投入几600亿来起迪士公园，不过调查发现，这寡公园平均高温拢超过48度，受过烫皮，囡仔根本就无法度伫咧遐耍。大安森林公园橡胶地垫高达了74.1度哦，那。在台南的仁安公园呢，人工草地高达了81.6度。如果我今天孩童在玩乐时间较长的时候，他有机会会导致烫伤的状态哦。对此，环境部是回应，确实今年的温度是比英国更较悬，因也希望地方政府会当斗阵来受对策。高温的这些相关的规划跟思考，必须是因地制宜。所以像今天就是提出来有关这个特色公园这个议题，它就更需要地方政府一起来做这个参与跟讨论。也那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和离校代表去参加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环境部是回应，会把意见查登去和总统府来做讨论。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昨是世界儿童人权日，中华关228人权馆，但是伫咧年尾拢会举办人权主题活动。今年的主题就是儿童人权，特别邀请绘本作家推出白色的我儿权故事册。除了自细汉培养这儿童权利的概念，也希望社会来注重儿权。绘本主角白白真介意画图，但是因为感觉家己无特别，参同学嘛无啥交流，愈来愈无自信。后来用画图交到朋友，心情嘛变开朗。伊可能有很多的情绪啊，有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心情拢伫里面，所以袂当讲用外表去评断一个人。这本册看了，会当感觉温暖的感觉，感受到家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安尼。中华关228人权馆，逐年伫年尾拢会举办一系列人权主题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儿童人权，邀请中华关的绘本作家推出白色的我儿权故事册，希望用轻松的方式，让囡仔人明白维护家己的权利。人权对小朋友来讲，现在蛮重视的，也要教孩子。他虽然有人权，但是我们也是要教他说这个界限伫倒。这后个会针对这儿童人权吼，对外口的小朋友交代因来遮吼，因了解因家己的权利吼，因伫因的当这个成长的过程吼，更加了解家己的权利。中华人权馆表示，1月20是世界儿童人权日。台湾2014年公布实施《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到今已经11年，但是有侪民众也是无清楚囡仔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等等。12月应该会安排人权雅典、儿权行动局绘本讲故事的系列活动，望透过活动强化社会对儿童权利的重视。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关注民族的服装有特殊的花草含装，它由艺术家结合现代元素，变做时件服装。目前伫咧台东的国立台湾书展文化博物馆展览。关注民的传统图文，即马已经用日文创品制作轻便的衫。不过，即马也有艺术家将传统原住民族服的样式，用日即马的服装设计，亲像赛德克族的国宝艺术家张凤英的作品，用日大陆底下流行的套装，看起少年个活力。也有用日阿美族真爱采集食物的惯势，用伊因念技法做成家族图文的现代服装。台湾族艺术家将传统的图文用大布绣技法设计做礼服，将流行衫重新定义过去间的第重要场合，才看到的原住民服装演进入时代潮流。其实我们原住民不是冻结在过去，不是原始，不是传统，而是活生生的活在现在。这个展览，我们想要更好的呈现当代的一些活力、样貌还有创造力。即么开始，才用着原住民传统的流行的服装，伫个国立台湾书展文化博物馆展出，让大家看到有流行感的原民文化。是让史前馆的文物活起来，好展示活起来，那能够更贴近大家的生活，那甚至在生活里面找到时尚感。
主持官表示，这摆展出28回设计师超过40件，各族原住民流行服装甲配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电影《万博追踪》因过捌去到台版的万国博览会取景，这部老电影重新数位修复了后，这电影内面女主角洪倩菊也伫咧55年后，搁再出现伫台湾的首映会。我考取万国博览会的接待员了。洪倩玉20岁的青春面貌重新伫大荧幕出现，伊伫1979年的电影《万博追踪》内担任女主角。2K 数位修复影像重现当年伫台版所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真实情景。55年后，洪倩玉讲，当年万博是追求未来的进步甲发展，今仔日是演变成追求永续。现在是要看未来的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地球就变成 green 了，要恢复原来的那个地球的自然。50年前是发展。电影内阁看到中华民国甲国旗，不过电影翕出的过当年，中华民国都甲日本断交，这嘛记录到当时珍贵的画面。文化部长李元表示，这真正唔那是一出电影尔。因为这个影片不只是一部电影，它几乎是一个时代，而且是我们台湾变动最大的那个1970年，55年后，台湾还是一样的屹立不摇，试着去参加大阪世博。重新修复的万博追踪变得较光搁较清，核选台版世博官方活动，台版亚洲映花节的开幕首映片，20伫国家影视厅中心首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讲，食无的时阵一定要有这味来配无，这咸甜甜甜的滋味，就是豆子，也有人叫做是豆鸡，这就是咱台湾人发明的食物，真正请到日本去啊！自助餐内底，民众急啊摕嚟开心的菜，真侪人的撇仔内底拢有这味，一块红红，食起来甜甜 QQ， 这是豆鸡。嘛有人会用形体去分，长一时的叫豆鸡，规地叫豆子。有民众讲，厝内底若煮糜，食饭桌顶悬一定有一味豆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可是我吃稀饭我一定要配它。是哦，小时候就吃过吗？对，我从小就吃过，而且我很常去饭店还是哪里，就是会吃到。像这种很多用途啊。你夹馒头啊，或是夹烧饼啊，加个蛋啊，然后配粥啊，都很好吃。还有做饭团啊，我也会买回去给小朋友早上做饭团。细汉时，阿母阿嬷用互咱配糜食，大汉话咱用豆做款互囡仔食。屏东有业者讲，这味用豆皮落去煎，然后用糖卖加豆油等等的酱料来煸的豆做，是正港台湾人发明的食食。有外国人食到感觉滋味袂歹，嘛要登去做盘手。外国人其实很喜欢吃甜。那外国人吃到我们的豆枣呢，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类似泡芙吗？然后又是有一点蓬蓬的这种，就是没有吃过的味道，他们会很喜欢。因为它是个腌制品，如果钠含量太高的话，对我们一个高血压的人特别会增加他的血压，然后对肾脏不好的人，这个高钠也是有相当负面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豆枣这种食物呢，还是越少吃越好。豆枣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佫迁到日本去。不过医师也提醒，豆枣好食嘛爱呛脆，尤其是老大人甲慢性病患者。记者郭斌在国家组区交用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2度。抑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